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，歡迎大家收睇呢輯短片咧。咁啊，呢輯短片咧主要就會講翻咧15年 DSE 數學嘅卷2嘅題目嘅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咧，我哋由第一題就開始噶啦噃。咁啊，首先第一題啦，咁我哋就做一個好簡單嘅展示啦，就係一個叫做 x 加1，另外佢俾咗一個叫做 x 2次再加 x 再加1我哋嘅。咁啊，要我哋咧就將佢乘開去啦，從而去揀翻個答案咁樣啦。咁我哋首先咧就將前邊括弧第一個項 x 咧，我哋就分俾後邊呢個 x 2次加 x 再加先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有 x 乘翻成嚿嘢，就係叫做 x 2次再加 x 再加1，分翻俾佢先。O 唔 OK？咁如果 OK 嘅話咧，咁我哋跟住咧就再將啦括弧第二項咧正一咧。亦都係做翻一個相同嘅動作，乘翻俾 x 2次加 x 再加1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做加1乘括弧 x 2次再加 x 再加1。O 唔 OK 先？咁如果 OK 嘅話咧，咁啊跟住再落噶啦噃。再落咧，我哋就再將呢個 x 咧就分俾 x 2次，然後再分俾第二項 x， 再分俾阿正一。OK？ 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做 x 3次方 ，x 乘正 x， 我哋有正 x 2次方。OK？然後 x 再分俾正一，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叫做正 x 嘅。OK？ 咁後邊咧咁啊冇變過啦，因為一分翻俾呢三個咧，其實佢都係維持原判啦，都係 x 次再加 x 再加1嘅，得唔得先？好啦，接住落嚟啦，咁我哋就將咧一啲同類項咧做翻一個嘅結合啦。我哋有正 x 次、正 x 次 ，OK？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正 x 1次。正 x 1次，咁我哋就分別將呢兩組嘅同類項咧做翻一個相加佢先 ，OK？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有 x 3次方，一個 x 次再加一個 x 次，咁前後我哋就有兩個 x 嘅2次方嘅 ，OK？ 接住落嚟啦 ，x 再加一個 x， 咁啊即係有兩個 x 啦，然後再加翻數字1 ，OK？ 做到呢度，咁我哋就會發現答案咧就係 D 方法嘅。